YouTube 應該有啦嚇，當然應該有啊，我 YouTube OK 啦啥。恭喜恭喜！哎呦，是唔是？哈哈，幫他。恭喜我讚！哎，這是拍錢哦，未定緊。耶！感謝大家。耶！我係跑400多聲，等下謝謝。歡迎大家來到邊咧學健身正時，真正歡喜見到你嘅變。這禮拜我係特別嘉賓是莊呢。來見面嘅人真正來見面嘅有是人嘅老鳥，葡萄藍木那子。Hello， 恭喜我仔！恭喜！咱嚟幫，當機未使幫跑啊！我聽講你嘅你，會使啊未啊？冇你個你是 A，但係冇你個。你個冇你個冇照幫。你個啦，你是嚟你冇咪關啦。哦，是一邊嚟白蕉啊咧。啊，是，咱聽先是講冚一個魚啊啦嗬，跑嘛，冚一個魚啊然後呢 ，OK。冚一個魚啊！等陣嗰個轉過，等陣阿龍出面後，咱看下，所以咱就要喊阿龍起來。等陣阿龍是這個，然後這個冇啲個這個還是傾個冇個啊？咩啊？看到炒落。哦。那會食嘅炒落入邊，一直換咗啊！來啊！等我夾落兩人啫嚇！哇！咱斷魚喎，叫住。嗨，咱會魚嘅了，個等陣個參 clubhouse 人，咱幾人嗰一人個人係，真個人，個參 clubhouse 人，咱都魚啊，當佢，因為我是時格。團魚。團魚。鴨直變係魚。你看都被笑掉了，話攞好聊咯。你講咩？咱就嚟講這個阿龍好咯，你靠柴好嘛？講事故，講事故啦，我講團魚，鴨直變係魚，你啊，我記得阿啦，我咪是冇轉意，就是魚嘅平安食飽賺大錢。哦，搞，哇，搞咯啦！嗱，接落嚟第三呢度 challenging 啊，個講，住講，其實我好諗嘅，笑，夾口水使，誒條啊，把路嘅腦企條講嘅，我講嘅咯，等下แล้วก็ปลาวันท่านเป็นกุยอี啱舊啊哦，ดูสิ嚟啊，等我試哦，個係咪先是อี錢是好難搞。哎呀，冇機子，原來你食得好了哇！感謝南西，哇！攞這是會啊，哇！水哦，這 super chat，攞 super chat 咧可以呢對長者原來，但我淨係小者原來是咩？是你講魚嘛，所以你是頭一句頭先係咩？團魚，了我是昂啊興啊，不啊魚啊。對，等我係一字興昂啊，興啊，發啊，個魚啊，先我起啦，大姐 ，OK，嚟。實咧，我哋啊，今年是蛇年，咁啊，介紹特別嘅邊個林文阿姊啊，高三字，個阿達個對嚟啊，แล้ว個咧阿龍校長個對嚟啦，個人真久冇對嚟了，曉樂，歡迎曉樂，
搞那個跳，叫我穿紅衫哇，真正是，該搞你啊！婚紗嚇，坤衫嚟啊！婚紗，坤衫穿紅。OK，咱嚟。OK，sorry，我瞄。紅被害人。等陣我冇咩唱嘅，等陣我就被綁係估嘅啫。我自己講就是阿龍的，我 please 咁上。Hello， 大家好嚇，佢就到對嚟做年啊嚇，12年一到做年。我唔知最最想做嘅。我上面記我後面朋友是想做嘅。喂，只想做。因為我是想用，你想做啊？你隻手人聽未到啦。條路是想做啊。我是啊。哦，你是白蛇傳還是青蛇傳？我小妹做。所以脫硬性啊，做硬色見。嚇？見你是係咪做啊？見你是係咪食嘅做啊？見你是。見你做哦，冇想食嘅咩？特登你。特登你冇食。哦，但我梅朗是兩個講做有青色嘅。element 啊。我唔是，伊是 element 無啊，伊小下面是 element， 伊 element 無像，對。啊。但我覺得下面嘅是。我有時我覺得你真奇怪，就即係中國人啊，因幾千年前伊有想，唔知how樣嘅腦安尼好料，樣嘅勁啊，唔記得，樣嘅水啊咪出嚟，我冇人逼嗰度。我家阿咗你可是陀咯，真係。哦，我係可是陀可啊。陀，我教你啊，陀可嚟我。哦，人像了啊！這個呢，阿達呢？阿達冇像嘅啊。我是灰殼嚟。哦，是灰殼。啊，即係上隻環照啊，放曬是個隻行嘅灰殼啊。因為有木。見你本是灰做啦，見你。人哋灰啊，伊唔是特，伊唔是落地嚟度，伊無落地嚟嚇，伊有陣時。伊個嘢細。唔是伊個是有落地啦，伊有落地，特別伊個白後尾冇上嘛。十字下，那個對五行嘛，五行物件。伊唔是細哥嘅喎，伊唔是細哥嘅，唔是咩？見你是薄，見你唔是好有，見你是差啫，嗰時。嗱，原來後期地好了，但同埋講嘅事，講，唔知是唔是？伊人是對伊個水法咧嘛，calculation 是伊人嘅天干地支無相嘅。因為應嘅一個是十字，一個是十嘅咗，所以十字加十嘅對啦，伊幾千年啦，練呢，都是看到伊對下面字咯。但係下面天干地支是一個是十字，一個是十字，一個是十四嚟講。冇，一個十字，一個十。是咩？哦，天是十字嘅，對，係啦，頭殼是十啊。有陣時講特別伊十要對條輪咯，伊十要對條輪咯。對條輪就一九十字個一九十咯，所以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一對四，係啦，一個對時變到十字對一、十字對二、十字對三，一啲輪咯，所以多邊個正邊冇上後邊嘛，所以伊輪前一時輪60刀，伊時上是輪60刀時候，60刀過後咧，佢就對上去啊。所以同國人在面講60歲一架啊嗱。哦，你計簽咗，成個 app 呢個一隻搞嘅古仔樣嘅人咧上，因為上喺面人咧八卦喺面有出嚟㗎啦，唔知樣住住界樣，唔知係 alien 界樣 ，alien 界樣嘅。個錐個劍個台 ，maybe 鄧冷是 alien 嚟。誒特別你錐劍台咧，而家別個國家不喺面嘅，你錐劍台你覺得本是有本咧，成講你拜一就是你月亮咯，係啦，拜二是海嚟嘅。然後拜三咧，伊是 Wednesday 嘛，伊是 Mercury 伊是水嚟嘅，啊，即係上嗰時，紅毛牌本是有本嘅，嚇。Greek 嘅水學嚟。對，古仔人係 Greek 啊、Egypt 啊、中國嘅 India 樣真夠水啊啲嘢。對，有些是講，即係阿摩 Western side 啊，伊人是 influenced by Greek 嘅。แล้ว Asian sites ก็แล้วเขา almost the same but then like usually เรา refer ในตัวไอ是中國แล้ว等兩年咯就是金木水火土 five element 等日嗰隻แล้ว一出二股十字對一出二股三號四頭我哋落多七百八樣9910幾11九12度冇對人走。對。12度冇對人走，等陣我講個就物件就是嗬，有人人嘅舊講話人係是成日咧講嘅了啦，了係你成朝冇咪識嘅話，即係
即個抄落啊，一定拍字就 OK。所以咱係講就係，你咪講咪即抄落，係咪茶爪？對啊，今年是木嘅，哦，木爪。特別我朋友同我講，因為今年是爪嘅人是長太歲嘛，係咪水？得長太歲，就種得罪到善名咯。但你依是36歲，能夠44歲人，梗係掉。我依個太歲不是有成個垃圾咧。係咪物件來攏講是係咪長太歲係咪？係搶水呢嗬？是啦，解對槍 conflict。換掉善名啦，換掉啦。你是講換太歲嚇。小爪嗰時木爪嚟講，都是無咪好。即係做年是特別成日可能你家己嘅小時是無好嘅就，你本命年就本命年。所以但係你講咩字我聽唔曉你字係咪長大歲？太歲。長太歲啊！換應該是講我都知佢有啲搞，依唔知太歲係咩嘢？我唔知太歲係咩喎？嚇！你有啲搞都唔知太歲係咩嘢？嚇！我就搞咩？係咩嘅是太歲？搞嘅太歲，換太歲都唔捌聽過。我捌聽過又未必話，呢是唔是白人講到咩嘅？冇喎，鄧冷都講咩嘢咧？冇教嘅人啦，特別你嘅食，你特別成硬鋼標食啊嘛。條本學不是個硬鋼棍嚟。because 我是 Catholic 嘅大漢，西行嘅大漢，我唔知咩，但係安怎寫，我成日都講大歲咯咋。太歲唔知。太歲，太歲，係咪太？太。哎呀，太就太陽嘅太啊。太陽，對。แล้ว歲咧？歲下歲。太歲。歸回嘅回。創咧是咧。就最長嘅長咗是 conflict 啦 conflict 長太歲啊叫做，我驚話叫做。你係講長太歲，你不如係講還太歲本，還就是沙拉咯。我唔係聽過本太歲嘅，我聽過。OK 啦，學掉啊，其實我學掉太歲，太歲就是太。你寫一段文字出嚟，我行起阿龍啊，你拍到啲你 chat 嚟，我行起咧。我見你咪講做年就還太歲，即係咪寫多筆一名咯？做年就還太歲，那安呢太歲，福建我們叫太歲，本叫太歲啊。近了鄧冷本叫太歲。這就是還啦，還太歲啊。對，還太歲。OK。還太歲。哇，都冇個拍功夫啊得，你還太歲，你話呢？Sorry， 已經伊還到伊太水咋，呢伊太水啊出去。OK， 車，但係你講係咪是車食嘅即係曉樂博有秋曉嘛，所以代表嘅食嗰隻車啦，特別為朋友同我講，今年是木爪是係呈顏色。也就係咪木爪就俾愛青紅色，就是想做嘅人啦，不管你是係咪OK。特別你講這邊是車咧，你講這邊是你車色，有個會青紅色。亦代表嘅色啦，我講代表。冇，你講你做嘅色，一代表嘅色，你車色，因為是木嘛，木是個炒關係，個囂關係嘛。嚇！特別學識做嘅人咧，伊人就講啊，有帶來好運嘅，係你食咧是紅色啊，係呈紅色啊。OK， 所以特別唔是紅色嘅杯啊，紅色嘅杯會係使啦。地殼我聽人講，地殼掉，有幾就是佢紅嘅了，頭個靠。頭尾硬，特別就，但所謂係車食就是你看啦，但係嗱，這是木爪食，冇唔對，這是平常時嘅爪，這是木嘅爪。
紅青色，because 實晚啦做新隻龜時講咗 ，OK 啦，講到新隻龜啦，就會就定住人講無了。新隻龜咪講到係新嘅新隻龜當劍，你人講無對，新隻龜講龜萬極嚟嘛。新隻龜新款第新款嘅龜係咪？會接受未接受咁講 pineapple 得算算款嘅冇？ ？actually 係重重咯，但係是有一個人講 ribbon 餅，但係 Jack 有人講 ribbon 餅到底是唔是算新款？誒 ribbon 餅不唔是講正 traditional 對？對 ribbon 餅呢，上個是伊是家己煮嘅對。啊，一日想運慳你賠咗可能啊。我就係講話叫鄧神啊，可能。哦。所以唔是 traditional 嘅龜嚟，唔是啊。哦，唔是啊，唔是啊。伊是嚟上個 maybe 伊是用上個學講好人嘅做實騎賣，下嚟放對，伊加淡薄伊嘅物件。了伊是 tradition，特別唔是往正價食嘅，唔是馬來西亞。對唔是往正價，就上個有一項款嘅新款嘅餅是。伊人夾下嚟薄餅皮哦，入去煮啊，佢後時哦，然後伊就滲下嚟icing sugar，然後我咪掉，我媽媽食掉知道，伊真好食我講，好食特別你愛食夠少啊，無伊你無伊咁苗無夠，哦，係咁苗對。哦，所以你是伊是安怎做？你講夾伊個咧，薄餅皮，了滲icing sugar 到底當位啊？唔是，你家己煮咧哦。薄餅皮是安尼款一條嘅嘛，一條嘅紙安尼款嘅嘛對。然後我人是咕嚕伊嘅，我人是安尼款夾來捲伊起來。伊面咕嚕。咕嚕起來，了你一邊下淡薄水啦，你 join 伊起來，然後黏起來。用夾多夾了佢後時哦，然後家己煮哦。哦，所以是一片一片啦，because 加起來。一塊所以特別一隻layer啦，佢那鹽啦，是哦。比如你一條嘛，你咁樣歸起來嘛，你咕嚕一起來。哦，你咕嚕是咕嚕嘅尖角嘅啊，唔是咕嚕嘅邊啊啦，咕嚕嘅尖角。意大利嘅龜呢？你尖角冇看嘛？對哦，你愛咕嚕一尖角嘅好看，愛較長嘛。哦，你加開起來是。你夾是安尼款咯。哦，diagonal，成個人做佢咧，食咧，做食咧。icing sugar 會掉咩嚇？三。because 你when 你燒嘅時啊，你燒嘅時，你好起來嘅時，你就差唔多冷淡薄啦，你就滲下嚟 icing sugar，到邊。你食緊嚟近攞啲。咪兩字體嘅表。即係你是好食係貴難節，你做貴難節後，你特別食嘅了啊！冇伊嘅 icing sugar 誒。我唔係食過，我看到我冇食，我看到我冇食 icing sugar。係你是成款嘅物件，嗰隻行成款係咩啊？你出嚟咪是貴啦，特別唔是甜嘅物件咧。伊人講係你就講係你嘅煎麻對。掉嚟一條，計 addictive 嚟咯，即係你。你家己做乜啊？啦，正家己做。家己做。你愛俾你 crab stick， 你愛切一條。嚇，你講話你夾對嚟是，依條安怎嚇？應該特別切打上面。我 crab stick 係往隻攞嘅時，唔是。你切做絲啊？做絲啊，切一條。伊是咕嚕一條，成是地磅喺咕嚕起來。坤啲啦。坤起來你開啊嘛。你爬喺山，即跳喺山。你一頭山咧，就一頭嘢剪咧。我聽住時我聽講就跑喺打啦噃。而家特別內行係打一剪時間邊，特別偏。because 伊是 frozen 嘅物件嚟嘛，所以佢 moist 啲。哦 ，OK。有嘅人會係冇款。哦，三就冇款啦，所以未必再加斜就冇。哦，OK。特別係 seasoning 哦。咩？係味素，咩咧？你入面有嘅嗬，入面有味素。特別話你不只個人會係。哦，未必係就冇發椒款。椒款對。啊，冇，人煮嘅時係咖喱香。哦，咖喱香。哇，嗰個好料我哋。煮嘅時係咖喱香嘅pan。阿龍你講未？冇講話。誒，我手都講啊。
我講。了我講講做邊啦，個係咪講做八卦？我唔係講啊，激心嘅八卦。八卦是比賽日你自己做啦，唔是講就硬做咩？人講我定你真我係咪嘅？我你一百一十 CD。馬路嘅八卦是安尼款呢，伊啊，老硬做呢，老是你，咁樣是硬做，咁樣硬做啊！下面物件不是硬做。阿龍，你叫佢哋拍 CCD 八卦。啊，有，佢哋是一吹嘅，佢哋。應該是龍記啊，未使嘅，即係龍記，係講你試一試，你一定好中意。有一個一間伊叫做劍墩。我知，伊什麼上下劍，一直碰起來就掉。唔是，伊是八腿尖加零。新款咧，這本是新款咧。八卦，我就無講就係，無講就即一隻菇咧，我甲你講，你去買迄種落地八卦，伊有當時有賣本嘅咋，迄落地八卦咧講我係劍墩啊，伊有劍墩嘅八卦嚟做落地八卦。伊唔是八卦嘅劍墩，即個是伊是一條一條白皮一拍了，伊係時陣應該。係一隻軟嘅咧，一成個咧 pork rind 啊，pork rind 啊。But it has flavor 成個冬陰啊、麻辣啊、seaweed 啊。啊，即係個劍墩可以 shape 到一條呵。OK， 這是新嘅。是劍墩啊，劍條。劍條，哈，劍條 OK， 這劍條是新嘅啦。一條。是新嘅啦。我知是一間有做呢，伊 I think Thailand 不賣了，然後就 pork rind 啊。但伊一間做了真正咖喱真正好食。伊別有個 pork rind 做無好食啊，你咖喱出去成個要別啲，對，伊成私定嘅咧，私定。你 before 咧講佢哋節日物件，我就講節日物件啦，就講兩點鐘講未了啦。是我冇回來，就是講華年啊，你真係有隻人咁看命，攏對講阿咪今年華年有下咪運啊，咪行咪。攏知哦，我是無對啦，睇你物件。我無對。古早是有看啦，แล้ว我話你是無看了，特別我爸特有看咯。แล้ว你爸講咩？講咩？係咪物件好啊？係咪物件借字咁咧？就你做生意係咪好？嚇，是種樣嘅直成講，特到啲TV 啊，係你我諗 local TV 啊，一樣會播這種物件講，你這個你是上下面嘅這個年啊，你有下面好，下面做下面物件好，แล้ว下面物件特別開แล้ว請下面食，下面食嘅時候，你請嘅這種物件，你嘢都唔會攞成。是咯，特別我冇咩喺當金啊，實當金人家冇咧對啊，不然我看。I think 話你啦，有本特別講，伊人是來聽來，有人是感覺聽來是 advice 爾啦。伊無 maybe 伊無100% 對啊，是蝦米啦？安尼啦。maybe 伊聽來是一個 predict 安尼 for this year 今年是安怎？行下面運啊，because 伊你一個學有咧，想講你今你銷下面物件，了你愛去多落位發展嘅好啊，然後你去Northern 啊，是去南北方啊，是去南方啊，有嘅人是有安尼款嘗試安尼款嘅物件啦。有，我要去做好啊，要去南方嘅發展。對，有安尼款講啊，有咋？這種聽佢講。我係雲吞啊！而且為咗 topic 小學人看嘅雲吞，你跑得多。講個人講愛留，個人講留去啦，愛去做洗喙齒啦，留一個血安尼款啊。對，伊講係咪留血啊？伊講你今年有留血嘅數嘛？今年有啥個無好嘅物件會着啥個有 maybe 有 accident 啊，是蝦米物件所以你就是講按照做去啊，去洗喙齒是最好物件咧，
你咪去做 scaling 啊，就是講代表流血啊，冇就是去 donate 咧 blood 啊，就是講流血咯，你冇可能嚟佢經嘅使，冇水，冇佢你水，是特，即是特斗有嘛，嚇冇水。嗯，佢洗喙齒，較濟人佢洗隻喙齒啦，較濟是。去做 scaling 還是去 donate blood，伊人講去 donate blood 啊。啊，佢啲 test 類係你 blood sugar 還是 glucose 還是但吐冇會，冇會出。OK，OK，แล้ว今年成個做年嗬，我特別看只隻咧，人嘅12歲時候嗬，伊做一隻叫嘅做年嗬，做來做去嚇看我記哩哦。我是冇數講啦。伊目睭金多粒嗬，特別看啲辛苦啊，我記哩喎。我不是感覺記，但係每看只隻結線嘅係抄落看。如今日就哎呦，我真係做啲冇呢，叫誒啊，嚇別啊，個無超喎咧，唔會我哋已經就係一個看你做一個看佢哋，攏別人誒，別人係講你做 phobic 嘅人啊，驚做人啊，做先正。很可咯，我捌到一個啦，我不知係捌到，伊看到 even just 看到 picture 呢啊。even 小小人嘅很奇啊。係咯，成個我嘅先談啦呢，佢小抓啦，我係馬小抓，你一件抓，一件抓，伊真係件抓，都未使講嘅，都講，嚟大家嚟等嘅，我要這叫咩？個叫咩？讀班長。板凳，板，伊兩隻板凳，未使講，伊都 spell 出來個 SNAKE，小抓咋？伊個只驚，伊真係驚，嚇古喺厝啊，特年啊，得到一隻到厝嘅位。呀，唔是你買啦？冇，我人大位咧嗬，個路個啊，是嚇古。第一隻章，當基本就係隻章啦 ，actually。但你哋有抓嚟 up until maybe 12整，一班個冇咩啊，一班嚟咕一擺你看到，但係我細漢嘅時啊，都看到抓咗，我到處啊行過啊啲白鴿，白鴿又抓掉了。特別係你是草嘅抓嚟啦，伊冇毒嘅，冇伊青色嘅。哦，青的士。青色嘅本是食毒嘅喎，人講。冇，即係是冇毒嘅，伊是會教人嘅，特別伊別講有毒。是唔是青的士咯？即係青的士一頭成四格呢？浸四格。係咗寫。誒，等陣青的，唔是我俾除特嘛？我除係你snake phobia 叫做咩？叫做 ophidiophobia。安尼拍影片。我都係 specific item。佢 describe 一個 phobia 做有 ophidiophobia 咯，特別我未曉啦，特別是講有 snake phobia。佢一陣我諗講咩？青的士 bamboo 嘅 snake 嗬。伊主要是青色，所以伊較濟成啊，伊比大咧的樹種入邊。青的 grass snake 啊。grass 色都 OK 我看到嘅是寫個圍青哦，伊是青嘅青色嚟款嘅。我冇，都有嘅啦，我嚟。我冇我抓 phobia 唔要緊啦，我係看，特別我唔敢放，我放出來咧是肯定 trigger 我 trigger 就別人嘛。青的較好嘛係。所以我咪係 because 我真係有人食嘅。你先正是話食嘅，OK。所以抓泥有啥？往時講咩零泥有係咪意思啊？抓泥是係咪？即講抓是手臂喎，即個條路。你安怎感覺就抓手臂，伊變就叫啊？無手無腳，無手無腳就手臂啊呢？你暑假抓啦，你成日驗抓係咪 OK 啦？你未驚？呀，我未驚。Actually，你掠過抓無啊？John，我捌當過。啊，咪掠是意思係意思，掠意思是講驗了，還是去成個特別去掠伊，
那出到出啲，just 驗了醫啊。我唔捌驗咗，我捌幫過。actually 做我都一部手無卡，特別嗬，伊人嘅力哦，真正把嘅時候，我捌muscle 嘅咧嘛。嚇，伊 muscle 嚟嗰時候 basically，所以話，所以你時候就係咪數啊？迄種人蛇啊，會困一個人個個死迄種誒。對。如果是貴嘅，嗰啲我啲是 muscle 咧，一捉條路。對，是咯。咱講隻蛇就咱 entertain 咧，先至係隻 topic 就蛇年嗬。咱就係講無想整嘅蛇，咱在上面，咱邊度應人在？我尋日講斜滴笑咯，我在斜滴笑。在。你一個把你鹽蛇。銀蛇，我常常看到銀蛇嘅，成日拄到嘅。哦呀，這是有拉沙瓦是銀蛇嚇。對。係啦，有拉沙瓦，即個你。安怎你看到啊？安怎你看到啊？拜登。because 我這邊嘅 hill area 嚟嘛。哦，所以特別有山斑，係啦。你是一隻羊隻牛嘅，唔是？你隻大隻嘅啦，一隻隻咩物件？隻羊豬係咪啊？我係教我隻豬。哦呀，嗰種嗰種鳥啊，係咪啊？有隻鳥，你看這林拿這邊，所以你就話飼一隻鳥啊，不飼一隻蛇到處，一磅斤啊，你路驚哦？我是無驚蛇，特別講我唔知啦，我等你啲磅斤也係安怎過嘅事啦，冇去插嘢啊。你特別你無想講可以食出來去做，可能無啊。你無想可以抓出來講，哦，幾哦 no，多咯，啲磅斤嚟曬了。特別你名咩名啊？名啊，就係驚名啊，你名咩？叫做名啊，哦，叫做名啊，名叫做名啊，你名咩？我哋名咩啊？唔知名，OK，名叫做名。名是名啊。叫多隻你面抓。伊是金抓啊？金抓。哦。叫多隻。一尺半話有。哦，四隻個咯。哦。四隻個啦，啊嘛冇金抓。誒，等我學人看啦 ，because 我紅來啊，同金等陣我學人看。我係雲吞就這啊，我日燒嘢。I get F right. My God, the heck is frozen. 所以我係雲吞，攞佢哋會去雲吞 house 會嘅料就這就這。哎呦，雲吞麵 house，我叫我紅看掉，所以我係度托卡。做咩買看掉？你嘛？點十八？我冇十八攤我喺房間，我係度托卡嘅先，就唔是。Look，係一個抓落。有當我知我係厝有抓接接抓過啊？接抓過嘅，了有當時頂我鳥會扔喺邊搞度哦。我看我鳥看到迄個位，了我就過來看咯，看了除非伊家己看咧，伊自己伊跳起來，我看到無對片，係緊抱伊走哦。啊，我佇厝內面看落去，哇，有條蛇佇迄邊講。你想係咪抓啦？你知唔知係咪抓？哦，食嘅我看到是。那我抓告訴講啊，咱特別 share 我細漢咧，我有抓告訴講，我細漢嘅時候，我才結婚啊。嚇 ，OK，誒，就是我哋都嚟啊，我哋都，嚟，你講先，我細漢嘅時候有到，因為大家有抓住我嘅厝嘅，你說我太平嘅厝啦，แล้ว有一個有到下晡時我一人佇厝爾。แล้ว伊就住我厝，毋是我貓夾，我頂擺細漢冇飼一隻貓誒，迄貓規隻去夾蛇對來嘅，伊規隻去掠蛇對來，伊走出去嘅，誒掠就是條對來咯，我說下面做，我快喙撳掉下面㗎，哇！伊撳掉條蛇夾接厝伊嘅啫吼，แล้ว所以我就怕死，講真我本時係咪成我無講隻驚，無講真隻驚蛇，特別唔係特別吉利啦，唔是講㗎，哇！成家我你炒落呢要嘅嚟幫嘅咧。佢冇啦，特別幫其實應該咧我 OK。所以我就拍死條蛇驚。當時咧唔知是係咪蛇，所以我都驚。就多冇多。
一走去我厝，看你一闭了嘛去噶无？你有趁时你厝伊会使无食，无食啊！一几年一边大个了，哈咁，所以我就拍死去了，拍死去过后，了一礼拜，即啊吼，特别我14下年啦，我讲迄时我不如12、13岁，安尼款呢，12岁、13岁了，了拍死去了，我有隔一礼拜，我就去补习，了就大风大雨，我袂对厝。我知迄个是大风大雨，了我对到厝时就雨停啊咪，了我姊有伫厝，我姊下晡时，迄是下晡是大风雨，了我姊甲我讲，伊甲我讲，你知哦，头早下晡有2条大条的蛇来了咋？哎哟，伊来报仇啊！伊来监，因为我拍死会惊嘛。Oh my god！我姊一头跳起迄个高顶啊，伊举条扫帚看到这2条蛇了。即若蛇入来，因为我拍死伊会蛇惊吼，即个是踮去外口的迄个龙沟迄一龙沟坑放入去尔，我无管伊，我无去想安尼济嘛。所以吼，伊有因为我有听过人讲，是你拍死迄个蛇的惊是咩？伊爸妈会来找你报仇的哦。了有影了一礼拜内面啊，有草无伫厝，无伫厝交互伊夹死诶。哦，哈，所以我会姊讲吼，伊讲伊举条扫帚入来厝啊，伊人扫来扫去都伫厝内面。你要找伊惊，毋是要找你。可能我样味着味素，毋是找惊是找我啦。样味应该是味着味素。找你啦，个姐。找我，伊样扫我啦，讲笑。对哦，了我半点钟过后啦，伊人出去找无我，因为我姊举着扫帚伫桌顶面徛着，惊嘛，毋敢落涂骹。我姊讲伫厝吼，扫了几若绕了，半点钟安尼款，哈，找了。所以哎呀，你姊掉到伫桌顶去半点钟啊？哈，对，我姊桌顶徛条半点钟。了一只关，无关，伊人家己出去，哦，因为找无嘛。等你啊，就等你走啊！等你走咯，因为大条的蛇咧，毋是小条，是大蛇咯，2条。哎哟，啊！你一出去咯，吼！你我转来了吼，你我姊讲时，我想想，是咯，我顶来拍死条蛇惊咧，我甲我姊讲，死人变咯害死我，唔知是毋是来找我报仇个是咪？特别先是刀吼。都唔敢拍蛇。我逐斗本拄着蛇咯，知哦。逐斗我行路一半吼，有蛇飞过，我换车吼，本经过蛇飞啊！无迄蛇上敢会蛇会飞下，个拢快响会飞的，真的。伊上唰。伊是咧跳毛起来，他头。对，了我有时候换车，半暝12点1点几啊，半暝落淡薄雨啦，了我换一半了，我看到。一个摩托真远，迄时我厝遮，反正我这边界，不如我这间厝啦。迄时10几20年前，迄时是真正暗的，下口无路灯过的。然后看到一个番仔囝，伊就坐一个摩托，伊看到涂骹了了。了远我看到伊看到涂骹时，我想这番仔囝看物件哦。了嘛爱教的时候，看到做咩涂骹有地步的，你看吼。因为学车嘛，爱教时看到哦是。是，真正咪讲是哇，原来是一条10尺长的迄个板，迄个有垃圾瓦了在哦，哈，伊啲路洞，哈，伊啲路洞，伊慢慢叮当慢慢行咧，你看那见看到是，一直穿条摩托看哦，你我换车嘛，我搞是 ，OK， 无话我 break 袂好啊，哦，一头经过。我经过，我规定车，我经过一砰砰一声。哎呦，啥鬼咧板的咧？哈，我过啊，我讲 sorry 啊，我讲 sorry 我，因为我顶车，我顶车，不如出1礼拜呢，新车来。哎呦，了有杯酒啊。就是我甲你讲，就是有歌事讲，你所讲去啊。了隔子早起吼，我就出去时候，你再看到没有？我看到4架蛇哦，我早起出去4架蛇惊哦吼。你话对公司我去做工嘛？对公司讲，我讲，我讲，早日我经一条蛇过咯，了早起看到4架蛇，我伊人讲，哈，你今日规定吼，点点咯，无讲下面人听到，你今日走去买字，无甲我讲，我有啦，有啥是有啊？唔知有无我讲，无甲我讲啊。
了伊人甲咱钓了最後，我知因鳥本釣喎，甲咱本釣，甲咱去走去買我知哦，嚇，一哦，你家己無買？伊毋是開我車牌啊，無哦，車咯，哦，毋是開你車有啦，有牌。車我啦，伊毋是開我車牌咧，開蛇的哦，哇，了我的車牌是好啦，哈你是頭一禮拜，第二禮拜吼開我的車投標嗰度。嚇！一人連續釣2禮拜嗰種規定㗎了。哇！人講好多攞到機會咗，我冇俾錢。頭先冇俾，講我唔要見到我 lose second chance，冇啊！你未曉買抓，你字你車因規定釣了，我第二禮拜吼一開始，我朋友就教我，我一個朋友，你車吼，甲我講，你會使用部冚證哦，伊叫我冚車牌嗰度。我講做咩數？伊講哦，毋是啊，抓本有開，抓開3標，我係車牌開頭標，2禮拜一個啲多多，一個啲 Magnum 嗰陣咪貴，所以我叫我朋友講，我以前嘅車了，以前頭前攞頂車，所以我叫我你卡電話時，你會使用部冚掉你嘅車，因為我做咩數？你知你車佢真係開頭標咯咋？哦，你有冇講特別無掉？是咯，舊安安講你無掉，人會去。白路就有可能，嚇人就講你條借路有你哦，未計叫你砍，哎呀，我啲想到我做咩事你砍波咧未起嘅字啊，上面攏掠未到這個邏輯嘅咩？我冇你個掠到咧，我冇個掠到。我掠到嘅喎，我以為你一直講到就差唔多。你是講人驚講 suspect，如果你彈只好嘅，人哋會拍槍你上面啦，我冇你個掠到。sorry，我 slow。嚇，有 kidnap 嘛？誒，我俾舊人講就到啲 clubhouse 入邊係個有毛毛菇加即係細漢你度起來食菇啊，毛毛菇冇你個來啦，毛毛菇加細漢你，喺細漢你。冇啊，我成日冇。毛毛菇會唔會見喎？大家講，但係你講嘅盲邊嘅事情嘅。哦，唔是，同正，同佢講抓，同我都講斜。買啷個都買潮性啊 ？OK， 買潮性決定係潮，OK 啦，笑掉 ，OK。斜啷叫斜的士啊，right？ 嚇，對，你叫咩？做我叫斜的表嘅呢下。誒。傻開，好啦，你是 M 嘛？你講 M， 先介紹佢就只有斜的表。誒，得啦，簡單啦。OK，按照講斜的表啦。OK，第二個啷拜登，但係你講烏拉沙瓦嘛，烏拉沙瓦。你個叫乜嘢？叫福建話叫咩？叫福建話叫劍爪嘛。我答到頭就唔記得聲，我答到頭就唔記得聲。如果快掉咧，斜的士斜的標本肯定叫佢，即係你教福建話冇關係，因為你做一半先，你就是一啲名嚟。哦，是個甩卡地講咩？斜的標依個標嘅嘛，很成嘅嘛，所以我諗住斜的標啊。你本是依名嚟，你只叫做斜的士，或者叫做斜的爪，你只叫做斜的標本嘅。OK，嗱媽咪，拜登叫咩劍爪？劍是展銷中華展嗰個劍爪。哦，展啦，展嘅意思啦。OK，按照我 OK，你講咩？你講撳啊，撳爪。哎呦，不然差啦，較好聽唔不啦。等我 try 下，我 try， 呢叫做金爪。掉地金爪，錯，黏爪，而家是叫唔知啊，唔錯啦，我諗叫諗翻亂聲，我求我唔要講出嚟啊，講叫欠爪。哦，我咪抄佢妹，我咪抄佢欠爪，欠啊，都是欠少嘅欠啊，欠啦嚇，欠少嘅欠啊，我是欠爪，我想你講欠爪。欠少嘅欠咗，我唔知掉唔掉。你 OK， 特別你好聊啦，你多少？我除掉啦，伊唔是鉗，伊是鉗拍鉗嘅鉗嗰種。哦，鉗咗，拍鉗嘅鉗，拍鉗嘅鉗掉嚇，伊叫做鉗咗，所以鉗咗是掉嘅，你冇錯嗰種，你頭前嘅地址，你本是冇錯嗰種。 OK， 阿威子你，啊，琴寫字領唔是啊？
唔是，我講好話是叫 keep，嗰時講是鉗啊，琴石鉗，係咧邊攞嚟鉗啊。哦，我在這邊所以我白成個鉗嘅咧機呢係，真係個鉗。OK，你個這裡，我這裡攞個攞我冇講掉嘅 ，OK。眼鏡蛇 cobra， 對，特別我諗叫眼 cobra， 諗叫咩？我嘅話。白家做，你半事情啊！我叫潘基清，唔夠我講聲啊！我估，我冇講潘基清，潘基清哦，我驚你啊！我叫錯名啊，等陣我諗貓啊，潘基清，唔是應該伊補迄個like the poison 出來嘛 ，venom 出來嘛，然後所以叫。潘基清我冇叫白鏡做，我是叫潘基清嘅，我唔會叫佢白鏡做。哦，我叫潘基清啊 ，Cobra King 啦 ，OK 啊 ，OK， 好啦，我繼續啊，我 clarify 啊 ，OK， 意思俾你講，多數佢代表未起嚟發言，代表嘅講咧，多數佢代表就咪嚟隻嘛。鉗咗唔係跳佢鉗咗出邊咯，就會寫嘅鉗咗。嚇，即買薄薄嘅時裝嚇。Sorry， 而家是毛菇咧，毛菇。網內一落嚟，頭媽一落嚟度嘅，未見。沙士話咯就係。唔是啊。未見。你第一隻你講啦，即係特別出聲，你咪使拍字呢，即係即係曉落，你都比較曉特別出聲啫。曉到。我看大家呢。安尼歡喜你講無意思插嘴啦。哎呦，這未見我特別拖了啫，你講咩？你講咩？我係講碰事情嘛。碰係咩？碰事情，都是白鏡做啦。依其實是碰事情嗰種。哦。咱個老師，我就我哋碰事情啦，有人講有，特別伊是正啦，你去個台灣去個中國本好啦，伊是叫做碰事情，伊成個。一成個背時呢，沙頭姜呢，對，一成個頭姜咧頭嗰度，所以人叫做笨事情嗰度。哦，特別伊唔使團結到落去了，邊咧有人講，我本時人講叫做盤基情，我本時人叫本呢。對，我們叫盤基情，所以頭姜咪是寫未出來啦，盤基情。係啦，你寫未出，你都在意思嘛？一盤喺你記出來嘛？盤基啊，基係咩基？盤基情嚇，基是基。這樣人對，就講自己情就這樣拍情嘅話，那你話寫出來嘅話，我覺得是新嘅 adapted， 呀對啦，背時超年代人講，背時情對。咱冇變到背啦，咱人嘅意思一團到嚟，咱變盤基情啦。所以咱冇講背事情咯，咱是講盤事情。本時用到對，迄個食飯嘅飯，迄個字咯，成音咯冇變掉咯。未必是阿龍嘅，不。是我咩？我都冇聽到。啊！掉阿南西，掉南西，掉南西。掉了，冇件事。我想你，掉了啊！我都坐冤獄嗰時候，可能來20年啊就。是咯，成落啊！你睇有人成來，我諗嚟邊，實緊是成來。嗱，阿媽講咯，我上邊。我那邊咧好勁啦，那邊咧好勁冇。係咪嘅阿達講佢？係 Cobra 先嚟 ，Cobra 先。哦，你做一下死呢？阿龍你 end up 食咩？食蛋撻還是食？咁樣你會講食咩啊？好玩啊！蛋撻啦，蛋撻。蛋撻咁咩啊？監啊，監都未食過，監我。我擺喺門嘅就未見咧，特別揾。做咩事咯？做咩事咯？成日都冇食。唔要緊啦，就咪等另外隻 topic 先。啊，就咪 dish 嚇啊，然後個盤，所以我唔知講盤基情是 originally 把你為叫做藤事情，唔是藤事，笨事。啲笨事就是隻背嘅頭姜多過你啊！特別你問未記咗，伊唔是咱人嗰啲鐵嘅頭姜嗰度，伊是灰嘅頭姜嗰度。
有。因為一時中國嘅叫法嚟嘛，一時鄧人嘅叫法嚟，伊唔是紅毛頭姜咯。你飯匙是安怎誒？飯匙是哦，就是咱食飯嘅迄個灰做嘅頭姜啊，迄個 spoon 啊，咱鄧人嘅做 spoon 啊，迄個舊舊嘅啊，對，攏你去即湯匙啦，你湯匙啊，嗬，是用滴，咱滴古早咱做土工迄個。你使講個大聲冇蘑菇，同埋婆婆唔是如誒，婆婆是男生。那隻會，那隻聲。都聽過滴過用係滴嚟穿嘅碰機哦。滴領嚟穿嘅碰機係咪唔樣？你講係我攞定到咱做土工啊，以前一個架路，但係架路成 shell 你看呢？伊架路成個伊 both side left and right 有一個 handle，好路踩，是好路更台。我係我叫碰機，嚇，係你唔是叫碰機。對碰機，迄個叫做碰機，對，迄個叫做碰機對。簡單㗎。你佢唔知是唔是甲迄有關係？我出來咧。佢伊上個一頭。伊 shape 成啊！你半機是你是講食腳，你看迄個叫做咩嚇？你可以掂起來，要一粒靚嘅頭整下。唔是因多邊加邊有一個 handle。我知用滴做誒。對。然後伊嘛成個係咧半島啊嘛，你看 flat 啊嘛。對。伊成個人去石籠，然後佢撥起來。對。我就我而家看到就係要keyword 有關係物件，特別伊 keyword 講吼，我看到安尼一物件啦，伊是講即個目鏡蛇甲即個盤機怎啊毛菇講嗰個盤機嘅關係係咩咗？目鏡蛇是用嗰個盤機嚟掠嘅。所以用迄個盤機嚟掠嘅蛇叫做盤機車。我是看到我家己掠對邏輯啦，應該伊無是咯，我知啊。咁咪數啊！是伊成個一支青嘅，到啲盤機入面。Because 伊會 attack 路誒，所以伊成個伊是 attack 你嘛？你嘛嗬？湯路 attack 路誒嘛？湯路嚇。เราไม่ควรมีจัวไม่ควรมีจัว because cobra อุ่นหัวจ้อง king cobra กับ normal green cobra 唔是啦意思ไม่ว่าเราไว้ king กับ green ว่าทักทะเลว่าอุทักว่าอุทักทะเลabout snake เสร็จละ so อีทะเล king cobra นี่ is the one that is spit 伊會噴嘅，伊會生，伊會噴機。伊會噴，伊會 spit 嘢 venom 嘅。伊 venom，特別伊迄個 India 樣噴迄個物件，迄個就是 cobra 嘛是哦。你頭啲啲藥啊呢？啲噴啊。Indian cobra. I think what understanding 啦，是 Indian cobra is the one that spit it because king cobra 你知一隻未有 king cobra？ 唔知。嗰隻隻仔 King Cobra 隻仔嗰個，嗰隻大隻嗰個，以前我看過你到 zoo 啊，一吞呢個吞別人嚇，一頭成日你係咪大？有一罐頭冇你大 ，King Cobra 大隻，對，一大隻 King Cobra，because 一隻蛇係數嘅嘛，所以一蛇吞蛇啦，嚇。伊 cannibal 嚟，伊就去食蛇，伊是蛇，所以叫做 king 啊 ，king cobra。我上次我覺得睇佢就唔嘢啦，因為有蛇係食家己嘅，我知啊。我咪聽過本，伊吞家己尾嘛，吞家己尾嘛。有時你有影有一日你看到有蛇吞家己尾話咧嚇，咁咩名字啊？咁咩爪啊？咩名字？咁咩名字？我咪是人事咩咩爪？你個一爪吞家己尾咧，嗬，意思是講伊 already lost conscious 嘅啦，伊笑咧。所以伊 attack 人是真得響嘅。所以我有一日你看到有蛇吞家己尾嘅話咧，咩爪？你忘記翕小影嘅呢？你忘記翕小影，去 post Facebook、Instagram， 去放一個 victory，喺那講我看到蛇。我知道佢幫啊，佢幫佢福建啊，係是佢幫。做 live 即係你話教學 Enrico，OK，不得。教 Enrico 佢幫。
但係幾個人啊，那個七人喎，哇，那個我諗四人，我覺得 Canada 覺得困車那啦。件是新家嘛，我俾留咗愛嘛，特別人啊，你車幾件件事啊？有歡喜哦，看到亂，咁了，咁咧謝，咁謝啦，你是車幾啊？哈，咁即是車，我冇看到一頭。你隻股冇看到一頭，咁後面人啊，你 retire 人是唔係隻股冇看到一頭？看電話落一頭。哦，我們是看電話，我冇顯。但我今日是定幾個房啊？唔是入出入機號是20號。誒，其實是20啊？你20號嘅話咧，我就是冇未先正個咯，先正是入機號嗎？馬仔是辦幾？13號是辦幾？19號是20號是辦幾？啊27號。入之後是自交名，哦，自交名呀對。哦，自交嘅成正對。我見你冇三集啦，見你冇三集對，見你冇三集，就自備名咯嚇。啊，自備名，對啦，自備名，自備對 ，because 19號嚇，冇入9號是咩？入9號是入8號是你道名對嚇。Hello，講咩？我啦，佢講有一款啊香貝抓。哦，香貝抓，真正濟。對，我另外一個 information addition 我就話我聽就是用啲講嘅啫，迄個青迪士咧嗬，青迪士咱講係青色嘅嘛，特別 actually 伊正正啦，干了嘅青迪士，伊唔會是紅色嘅咋。哦，你講嘅是一種嚟係你抓掉。迄個干了嘅青迪士，伊名是叫做青迪士，特別伊嘅伊個完整嘅名咧是叫做紅貝青迪士嗰咋，都青迪士咧嗬是青色嘅。冇啦，特別我看到一個就一種呢，伊講青迪士嘅咧，伊唔是紅色嘅，特別伊唔是規層啦，伊是伊杯會是紅色嘅。伊是 whip snake 嘅 ，whip snake，red tail whip snake 係只。whip 時都用伊杯受人啊，用伊杯把人嘅，熟路啊，熟路。佢哋抓啱嘅是係咪嘢啊？抓啱嘅係抓啱是係咪抓啊？抓啱嘅是係咪抓 ？Pit viper 抓啱嘅是 pit viper 哦 ，pit viper，有毒嘅咩？你是毒嘅。啊 ，viper 毒嘅。pit viper。你安怎會啲啱裏邊啊？你看呢 ？pit viper 叫咩咧？咱叫抓啱抓啊。這未曉喎，伊當蝦米樹，伊當會似。我本是wonder。我到時候有時是 tooth 掉下你抓了，我先裝。當然有抓過咩？當然有啊。Snake temple 啊。Snake temple。特別我講細漢陣時，我聽到一個講，我你識有隻物件，我就 fascinated 是 because 我老爸就講係咪講數？伊講佢哋抓廟啦，佢哋抓暗裏邊咧嗬，有一口嘅井嘅咋。伊講啊，迄個井下底咧嗬，伊講有一隻白色嘅壞仔大啲下底嘅咋。哎呦，我諗當今十幾歲人，我聽起來嘅時候講是老白仙女啊。特別我細陣時聽係點先嚇，我係想到只物件喎。我係想到講哇，而家係你邊啊，讓你古早發生下揸隻樹，係咯，伊你抓廟裏邊嗬，係你抓嘅咧就是為咗要保護佢一杯嘅迄個白色嘅壞仔，我老白想講，所以迄個壞仔咧是特別啲迄個一口嘅井下底嘅嘢，迄個井有地位。佢有意思啊！按怎有安尼款嘅一個 myth 裏邊啊，但係有一個原因，我就是古早，但係是有一個死老會啊，是時常講話。定到邊啲學見啊？before 邊啲學見嘅啊？只是嘅團啊，團個蒲地兒，嚇同個蛋就冇啱兒。你邊啲會得仔啊？我會記啊，細漢嘅時期啦，係你抓廟，真一隻抓。當佢冇咧隻啊，特別學古嘅時細漢嘅時，前一隻拖卡會抓個了咧是個調料啦，到係你一釘嚟會嘢，塑料哇夠嘅。條螺行螺條螺啊，條螺啊，對。係你冇一個有伊嘅多頂啊，就係多頂嘅。伊多頂茶多頂嘅，伊有成pattern，你可能坤到後面嘅了，我會記。對，我會記啊，我接起啊，我是企了滴滴啦，冇用，我哋鬼。你叫你刷動對嚇？我唔介意啊，just 這樣。安怎一個誒，你好，
伊毋知是伊腌做伊啥味味，然后人家那个只點嘅咧。伊真正超嘅抓。係咪叫伊無來我路嘅。伊抓只驚人。哦，伊驚人。唔是講只驚人。驚人啊！伊只驚人啦，就是特別只風險啦，就。淨係毒啦，驚人。啊，只 scary 只驚人。對，一直我就學我就出冇想嗬。啊，伊是相字嚟咗，然後伊是驚人，佢是驚人。對，只驚人就是講只 scary，只驚人就是驚人是 scared of people 哈，對。然後咧，你睇學嘅話，會啊，咧一條痕嘅，你看你都看係只嘅哩。應該困掉呢，一咕窿嘅咧。แล้วอีแช่สิงกูชอ去走翻嚟翻嚟แล้ว我車嚟翻嚟อีสิงกู你講 Pit Viper 聽嗰啲我 Viper 第應時呢 because 伊個頭是 triangle 嘅 shape 嘅對你看到伊頭 triangle 嘅 shape 嘅你就知講係是 Viper 嘅 family 咁主要有幾個 family 嘅嘛呢個Python 呢 Viper Cobra 你看嗱使背啊話事啦然後有毒嘅是係咪款嘅形啊？是三角形嘅圓形有毒嘅。三角形嘅嚇，三角，所以看到三角形就特別走咯。個三角係你笨屎，啱嘅你笨，係咪講係咪笨屎？笨事情啊！笨事情，笨事情。半事情，我諗想未到講俾你學嘅啊，真正是會學人咧，就講係個抓嘅物件。你唔係講佢抓嘅個數，我諗20年嚟頭，當時20年嚟頭一道拄到抓你咩？抓冇啦，應該有拄過咧嘛，都過10字啊嘛。20年嚟邊第一道會抓特別有幾啊？你其實是都一道，人嘅20年嚟邊就是10字嘅筆嘛。未必冇拄到佢嚟嘅嗬。抓無拄過咩？有嗎？有嗎？有啦。你講12年整嘅時候，12年整，二抗2個加12年一抗咩啊？13不抗3，二抗2個減2抗1字，2抗2個減2抗3。13年，我腦未碎嘅就，我頂啲是我舊年就學起，我舊年50歲嘛，今年51歲，我50有碎啊，激閃啊！我見你16歲，激閃嘅，係咪嘅？阿龍，激閃我見你16歲咯，見你，你問你歲啦，51歲啦，你問你歲啦，石膠啲咳嘢咧，奶嘢，拗啊！我直接聽呢個，依笨事啊！我冇講你細講我破病，誒，夠我聲，我條褲我都就係去看老官。Oh my god！等陣我補我都聽。唔係，我明我呢啲爆雲吞嘅，頭晚爆。你是去看老官嘅，是去看老官。去看老官。看老官就去看老官。先再看我自己。我睇你，總之嚇，咩事你講？我唔是，我講咱無講 about draw symbolic in medical terms。嚇，講啊。every draw 嚟只嚟 medical 嚟上緊 WHO 啊，咪是咩啊？一個有一個我只 draw。係咪 symbolic？係咪數啊？講下代表咩嘅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哋邊嘅代表，some Greek mythology 啊嘛。喂，嗰陣係 some Greek mythology 啊，或 art of healing 啊 something like that。唔是，我知，你講數我知。嚟，阿什勒沙嚟。阿什勒沙不本。走起啊！包嚟講，係你，我大 OS 我捌聽過啊。伊人講啦，特別唔知是有 confirmation 無 confirmation 啦。不要緊啦，咱個大沙卡嘅 version 個不要緊。伊是 worm 嚟，伊是一個行嚟。行有一種古早，伊是真久，是有一成個
真濟 parasite 啦，伊起落身軀啊，伊佇落皮內面啊，伊生卵嘛，伊生卵啊嘛變蛇咯。特別有一項款啊，你特別夾迄個 toothpick 還是迄個茶機啊，你咕隆一出來，你知哦，坤啊，坤出來。跌碗咪係掠跌碗咪咧？啊，對。所以真正濟人死 ，especially 大迄個 developing world 嘅位啦。所以伊人特別好像個一種 Africa 啦 ，developing world 啦，伊人甲人阿莫字袂啱嘛。所以伊人會互伊人特別即個 disease 咧是真正艱苦救嘅。所以伊人要互伊人知講，我人是 medical 嘅人，人要來救你。所以伊人就看到個 symbol 啦，伊人就知講要趁救啊。所以伊人會曉來 ，because 伊人個真正 unsure of 迄個無相款嘅人嘛 ，especially 如果佢無相呢，講物件無相，唔知伊人愛蝦米，伊人愛來摕人嘅物件咪，所以伊人直閃，所以伊人 develop 一個 symbol， 互伊人知講，即個是救人嘅。So anything that 上加 language barrier 呀，伊人講是乜嘢，但了是有一個 symbol。成個咧當叫用係你無論沙比，嘅是用你 red cross 咧，人看到人就會認講哦，即個是 medical team 嘅看啦。對呀。我啲人講啥，特別你知啦，我去讀大學時是1981年、82年，我哋點啥？伊人講咯，是有個人去讀 pre-med 嘅嘛，伊人講是。伊人嘅人講是 because of that， so 伊人 develop 這 symbol。If I'm not mistaken, it's especially in Africa 啦、India 咁樣位 ，because 成個人講人這邊人個了正是 Red Cross 嘛，對。然後 look in Muslim country， 伊人個了是 Red Crescent， Red Crescent， 但了伊人講是 because 伊人直閃特別真濟人死 ，because 伊人會注意嘛。我哋都講咩？我哋都。OK，或者。我會 Google 啦，話你腦家做啊 ，OK， 你腦家做啊，呢 is actually called the staff of Asclepius so it represents the ancient Greco-Roman god of medicine Asclepius, who was revered for his healing abilities. That's how I got you connect. What is it called? You connect some Roman or Greek mythology. But anyway, tama le Assam kong about le Africa lang liya le tang ya. Le tang ni is actually what we call like microfilaria, which is le parasite. It's almost like this is a type of parasite, right? Like, maybe in the 50s, 60s, elephantiasis. So it's a type of worm, like, that's carried by but of course, it got Assam is Africa, which is carried by the fly. I think sandfl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but Malaysia is carried by mosquito. So Assam is the parasite is called Onchocerca volvulus. Yeah. So because what is感覺啦？做咩是兩隻？做咩是冇一隻？ Because 我個 challenge 你人講because 伊 symbol 是兩隻蛇嘛，對，所以你古龍嘅是你古龍一隻嘛，嚇。我哋係古龍嚟㗎，你冇蛇冇關係。特別我是唔知啦，但真濟物件是 sometimes 是 combination 啦，我人唔知，所以伊人是咁樣講啦。特別我是聽到嘅時，我是感覺唔知對咧。我看伊 symbol 是較像個蛇過，較像個嚟糖。Quite frankly, yeah, it looks more like the 華貴糖，so yeah， 哇！諗你哋做你上未夠佢講嘅咧，佢講嘅你 medical 你 staff， I mean staff of caduceus， 我 base 到你 check 嚟啊，咯 caduceus， yeah， can't pronounce 嘅字blah blah blah， 唔知咩事。哦，你講嘅是 rod of Asclepius， Asclepius。 特別有看到抓啊，看到抓幾哩？冇，阿邊是 just 嚟殺。哦，即係即咪到啊？啷看到即手會夾兩條？一隻抓到啲咩手嘅？
这里有几哪种啫？有诶是直接做到一个 staff 呢，有诶是攞只做，了有我哋 wings 了嗰一項咧是有一個 story 到 Bible 裡面，伊講迄個 Israelite 就唔知做咩事 ，there was a symbol of a 爪 that Moses had 到Israelite 唔知做咩事啊，掉一個 disease 啊，但是伊人carve 一個 God told Moses that to 用一個叉 to carve 像一 symbol of 一爪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hoever look at that symbol will be healed 啦。OK。heal 係你 story 阿So 阿薩拉薩走去啊，阿薩拉薩走去啫，所以走去咯，去咯。唔知。Prince of Egypt 有嘅嗬。something like that. Yes. Prince of Egypt 有啊。都會叫係你，我弟弟。嗰啲係講 the plague of Egypt 嚟啊。Something like that. Snake，有一個 rod 啦，有一個 rod that they whoever gaze at the staff will be healed or something like that。爪是唔是只派名先？搭阿三講嘅，我係你雜誌嘅 yang wrap around the 器材，呢度是 this thing Onchocerca volvulus。係咪咧？It's a type of parasite 嚟，it's a type of parasite 嚟。咁我可能係你 check。我冇講你抓啲位處。嚇！嚟，嗱個冇講 individual 嘅抓 experience 個，嚟你講時。我那時我細漢嘅時，I think啲 primary school 啦，所以唔使有當時自己是，我 afternoon 我到處，所以 there is probably 是school holiday 時，你是 as usual after 食 lunch 嘅時，或是愛去比啫嘛，但那時我困到living room 嘅咯，那時我會記講，到那時我就行我 ，you know，我就行頭 ，just one way。頭去看我我去看我媽，如果我媽倒到沙發到我後尾啦 ，let's just think 看伊死到伊咧伊困啲咧，呢就是有一個藤籃啦，我到一個藤籃，只不過抓到一邊，那時我未講我媽咯，我媽困到嘢，我你講未出，以前要調要差不多要搞到落去你媽咧，可能。要下要拍搞到。那我你講未出，佢見到啊是叫那時後尾I think那叫阿媽起來，那時冇故意糖唔啦，伊抓人拍搞到落來咯。係咪抓來啫？我食。你記啊，我食嘅，我係記講是我食嘅呢。啦，就咁樣嘅。你時啊，講嗰啲係日的歌對你知咩事？你係抓石的，我唔知係咪，我唔知。我聽人講啦嚇，聽人講一滴是 because 一滴有 flexibility， 伊內線嘅咋，所以你拍一抓嘅時候，你係擠到伊，你若是查嚟講一定啊，伊未 flex 嘅啫，所以滴佢會拍抓佢，係continue講。成日我做阿 bro 呢，我真係做個事本嚟，自己上起來當然。OK 嚟，我講。你讀講講你冇咩？OK 啊，講講係個事，成日講講一並冇，我當然我讀美國啫。所以讀講講嘅事呢是有當時我係厝有一隻狗，大隻啦，狼狗啦，然後伊到底迄個。外口我係講有起一間嘅厝呢 ，shed 都勁可以，所以後面大咧，但 after that 一死嘅時候，伊厝嗰隻好事有円板咯，係咪物件？因為我就係夾伊嘅厝嚟底咧我係擺 tools 係咪物件？可能成日隻人嘅鼓啊、電線啊，你看啲物件？誒，就夾一種，你睇咱細漢時讀冊嘅冊包啊，伊是安尼開起來，你冚落來是要攞地物件嚟夾。到底伊個譬如一百個嚟點，所以要攞三壓入邊。另外巴就未去唔知去吹物件，是點嘅？伊就我嘅都是咪是開起來咯？嗰度只係迄個電線，成個講人往上，你在人頂到
即是80年代，可能是70幾80年代。特別嗰陣是電線啦，所以伊嘛是有你知一種那個煮電肥鍋嘅是，伊是 braided 嘅，伊 braided 嘅。然後我爸嘛是 Q，看到一條 braided 嘅電線行喎，講。伊看到伊呢，那咁樣插起來嘛，伊線係插出來嘅啦。但 one of them 就塞喺電燈喎。你講哎呦抓，這樣就掂落去。แล้ว我都冇攞用嘛，我爸叫我出來鬥下手嘅，我係曉叫咩？伊講我開咧鴨一家咧滴過下，叫伊鴨起來了，叫我抓迄個小 dogs。So 我咪是這樣。哇！這樣就走，你看你出來喎，一成啊一部是個一筆上面嗬，一掃出來啊，你話把牌哦，然後拍死，特別隻阿本啊拍死，特別未曉我聽到唔使講，伊抓是度冇度嘅啊，頭為咗叫做 self defense 成拍死，伊冇想講，我就抓就拍了嘅嘛，哦，係啦，誒，特別印度人冇拍抓嘅，係啦，灣仔嗬。都無拍死，伊走吼，伊邊嚟報仇嗰隻。哦，那是拍死咪是報仇？嚇，對，像個南西嘅告訴。嚇，南西講對人報仇。我人笨未使拍喎，我人掠走啊去拍，拍你會一個笑。哦，是講我一個笑啊，個個多。係了。即係硬咗落啦。一定要笑啦，阿無咗啊，肯定哦，有啲貫通，我個一個，我當叫我掠咧，我掠我咧，我掠去白位店嘅哦。我本是上款嘅，我掠去白位店嘅。阿咩，你較好啦，你特別我掠嚟講係，我都你想 ，OK， 我一頭講起啦，我到啲一邊嘅時，我到美國嘅時，我直接我到summer，我叫我爸甲我媽個啲個。然後我就要去我朋友啊，你要幾點要去夾物件好嘢？然後我就落嚟樓下，我咪就要夾something啊！我就落嚟，我就看到一隻 actually 是一隻細隻，老實講，伊就冇成個糖嘅咧，可能我話唔知有6寸咯，唔知5-6寸嘅，細細隻嘅，伊就到底我知啊，我鳥，我特別 before 我出嘅時，我阿仔嗬，一定要個少年嘅時代冇人留啊，冇呢拍死啊！伊少年嘅時，我愛開門樣是愛逃走出去嘅，所以我就會 make sure 伊有多處，還是往時走先話3度啦，咪開3度嘅走出去，我就會 make sure 有地啊，我甲出嘅。咁我到落去吹，咦，做咩做掉啲針板？啲咧往西山嘅幫嘅咧估，西山幫就是往下伊幫西幫住伊即砧板嚇，你特box 入去，所以我咪是講，走去啦，我直直看，直直安尼喎，拍安尼喎，我講下面數你唔使看下面有一直直咧拍一條咋，然後到我一隻物件位，一隻物件係湯嘅，所以我咪看到走落去樓下看到意思，只看到一隻抓緊咧掃咯，你我咪是講 ，Oh my god， 我冇用嘅，我咁咪出嚟就我切我爸嘛，到底切我等我。我就頭夾伊食伊food 嘅湯嘅 bucket 啦，我就頭解冚到頂面，我個驚教我嘅湯條我嘅仔，特別 actually 是 snake，伊係 grass snake，伊是無袋啦，我唔知嘛，我咪是夾伊 plastic 嘅湯，底頭伊 food 嘅了嘛等等啊，我就夾一袋，我講我對嚟，我慢慢我個夾食抓下面物件個夾出個好棒啊，我講我爸講 OK 啦，我嚟做，咁咪見出去啊咯。去一堆嚟哇！去除迄個抓皮咯咋？抓皮咪是講較薄薄啦，類似咪是下到啲伊個湯嘅咧，為咗好你食伊個抓皮咧，食入去，然後你夾出個口咯，你開起來咪放伊出來咯，伊抓好，然後夾除抓皮好少，就會食時，真係食未接夾起來時，然後佢哋別打喊了，我把學起來時。一抓冇呀，邊呀 ！Oh my god！ 一抓變邊，我係湯啊，伊無底你知哦，伊湯規地是 flat， 你知伊會底，伊無成個講有一個 lip 安尼啊，伊個我頭腦裡面是想講湯，伊就有一個空。咩 empty space 咧，我是實在會掉掉伊咧。我 actually 我個係湯，我個塔物件去未慣嘛是邊，抓夾邊咧抓迄個小 ribbon 咧，抓邊，
抓邊，伊無本嚟報仇啦，伊出來抓無端嚟報仇啦。無抓幾啊變抓邊掉啊搞到即係然後係你。我嗰時候我話，哇！嗰時候對我 plan 我同我爸講嚇，咱而家一隻抓皮嘅食落去，你叫伊而家出去個口看，就係扁去啊，死去啊，即啊！白你人嘅抓嘅告訴，人做乜有抓？係咪人做乜有抓？人做乜有抓？我厝抓，啊抓我厝抓，我大啲保險，我有厝抓，我有一道。你厝地一抓嚇，我有一道，我對厝我幫工變成白幫工，比較厝啦，我迄直接摸就暗啦，佢咁出點嘅嘢，天嗰時黃黃嘅呢，對個厝咧，我就看暗傻傻啦，就黃黃嘅呢，然後入厝了嗬，我感覺到，唔知做事，我感覺到我心嘅變暗嘅，我就唔一，我冇開會個，後來我睇到面鏡嗰陣。死啊！我睇到咩物件？我度倒提咯，開會咯，暗。特別伊唔是講真正暗嘅咗，應該是7點幾嘅黃黃嘅，真正重重嘅黃色啊嗱。後來我睇到物件，我死啊！即咩物件？我第件我上咗一項物件咗，我行鳥厝嘅嘛。我都問下我厝裏邊有鳥厝啊，我特地搬厝嘅，我講，我特地搬厝嘅咯。我睇到物件，特別冇摸嘅。我死啊！我哋佢同你冇情卡啦，你冇情嘢啦，你頭一卡。我冇情嘢，because 我接觸咧，我頭嘢咧，我行接去嘛，我聽佢就，係咯，我就倒提，係咯，佢會表幫，你開會咯，你看到伊抓頭殼人，喲，多隻，看到啊，一尺，啊，一米多咯，1米多等啊，等，不要，冇，伊冇講錯，伊是個要個山啊，冇，係咯，伊是。就等嘅高食嘅呢，我唔知意思嘢嘅，我唔知，特別，所以我度用舊衣嘅人推舊衣卡嘅推嘅，要叮當咯，叮當啊，要叮當，我度想辦法去有一個湯，我冚掉佢咯，見冚掉你咪去走咯，係咯，佢就去隨抓棒啊，呢樣嘢4啲嘅地會，咧後來咧，我唔知俾人咗客格本就係點先，我喺厝嗰時佢藤啊啦，第就是船鋪嚟啦，我知道佢藤啊點樣做嘅。哦，一直到 free fall 啊，free fall 啦，一直好嘢咯，好嘢，不到度。你會 cobra 知唔知啊？啊對，我特別我厝入去，我厝咧我看到是一刀呢，外口我看過，特別厝裏邊咧是一刀呢。cobra 嚟啦，冇啦，唔係 cobra，其實佢先是 cobra 嘛。佢先是 cobra，佢就抓掉。接女厝嘅時係咪抓嚟？我有小英嘅浪看啦，浪真啫。係你特麼特講咩？係咪拜登？我嚟看。哦，原在台灣行小英嘅人咧是阿龍嚟，唔係講做咖啡比賽行小英。冇，伊咖啡是賣翕小英，特別伊無咖啡嘛，你知我係厝嘛？哦，咖啡就咩找？And then 我學到即個咖啡比賽賣特別見找嘅，你是只牛奶嘅樹嚟。哦 ，OK。嚟你學看，你唔是講咪看抓，so far 都冇人看到抓呢個啦。咱講隻 episode trigger warning 啫啦。唔敢看喺度特朗文看。你打戰咗隻抓嘅，看抓隻抓應該。我係指全部就係抓，我係指全部個把佢嚟打咯。我冇叫 Jumbo 係咪嘅？依 golf course 係咪嘅 Jumbo golf course 邊啊嘛？係抓。我做阿妹有一個抓笑。但係 spring， 伊大你巴肚一個坑啊邊啊，然後 spring 嘅時啊個3月，安款嘅時啊，伊人就 have 啊咩講，伊邊個 snake ball have sex。哦，一個窿嘅咧，一箍咧嚇。一箍嚇。哦。都冇去翕小英。我唔敢，我拄過一刀，所以我特到3月幾嘅時，我唔敢去那邊。特別我在我房間我會看到，所以 you should because 伊quite 出名啦，所以真濟人帶伊人嘅囡仔3月去行落後尾 trail 嘅時，伊人會 stop 有陣時，若是你 lucky 你就會看到啦 ，because 伊咕隆啊，伊波啦真大粒嘅。OK， 特別唔是你嘅一啦，面啦，是你嘅 neighborhood。哦 ，OK，伊大係 protected wood 隻位，成個位我這邊 right。嚇，我想講是到啲一套到啲嚇是話啫。成個一入邊，唔留低。That's why 我人一常常有迄個 garden snake 咯，我阿格迄個抓小來啦，啊冇嘢再來。
是搞你garden嘛？你好。真嘅吉利。我喺 garden 都有，這邊嘅抓是。抓皮哦，對，你特會看到抓皮哈，特別我知講有一隻頭尾喺我嘅頭前，特別 usually 我無插伊，我無插我是唔可以做事。成日攰咧，我無插伊，無插我。我叫阿莫包掠伊去客家，阿莫包講掠真濟刀啦，一堆嘅，特別我諗唔知講是唔是上一隻，我諗唔知講唔知是唔是。阿三似一隻肉卵啦。because 我若是講我狗特到大下變成個女阿仔，我就知講伊有抓 because 伊會比較。對。然後我叫阿莫包下淡薄迄個。劉威。豆粉。劉威。對，叫做劉威唔是啊？豆粉。硫磺。對。特別唔知啦，你知啦，這邊落雨、落霜、落雪，最強嘅落大雨就無去啊。我對，我記我係條尾門啊，到底即係往嘅我係搞嘅厝咯，係嗰啲 surround 你搞嘅 surround 佢景厝啊，邊嚟嘅？我係你三咧佢抓到啲嘢 surrounding 咯。阿龍你抓啲事出嚟。我白嘅，多對。我喺 Facebook 估咋，12正我喺 Facebook post 佢，我可以隨你 Facebook 上嚟。係嘛？我可能看。OK，trigger warning 嗰陣時講到驚抓人啊！哎呦，吉利！我同你上期我問邊度吉利喎？係啊！我愛看，但我看到一人愛看咪看，特別 trigger warning 喎。我看啦。看。我同佢上期我唔係吉利喎就，我未見過，我同佢看到嘅時候，應該我飛嚟講 OK， 來，我就大妹嘅，咱在放這 music 啊什麼，所以就講聽到 music 嚟講，咱看佢炮嘅聲，還是講佢聽到炮嘅聲，就是講個阿妹個冇人使個，但係炮嘅聲就是講看抓 ，OK， 炮嘅聲 ，OK， 炮就是唔通看，但是你驚抓。佢是背本啊！我哋在度別驚，安尼講乜都唔驚。背驚，我嘛只驚。冇驚啦，哎呦大咯，大隻，講大隻，阿龍講大隻。對。唔是啦，唔是個不啦，是快嘅頭，破痛抓啲嘅。快嘅頭，你再講個不啦，即係。整節喂，牛郎呢邊㗎咪是節裝咯，可能食嘅咯。大隻咯。OK， 跑了。是 red snake 啊！哦，red snake 啦，可能啦。隻鳥豬啊！我有一個朋友，伊讀這個物件，伊講這個是 water reed snake 哦 ，water 咩 ？water reed REED。哦 ，water reed 係咩？哇，水抓哦，水抓。tail 唔是 flat 嘅咩？水抓嘅 tail 是 flat。我未曉，我可能12正嘅 message 有人留係咪？哦，我看到正嘅 message。誒，咱真正無想到講你隻抓 topic 哦，我講真正。John 我 send 到一個抓，我細漢你都到底 send 嗎？到你 iMessage。呀。我細漢嘅時，我甲你講咩？我厝只隻抓嘛了，點樣常常看到誒個草嘅位。有一日嘅時，我愛過去我嘅起碼去爸嘅厝，然後就過我人嘅成個草嘅位嘛。我過嘅時2點下晡抓點先，2點下晡到喺爸家，我爸家阿家有八樹啊，八樹館。以前你講你成你 diamond shape 嘅你 chain link fence 啊 chain link fence， 然後伊滾到伊成個一條呢就伊滾到你白家嘅位，啲山頂了，伊遐隻抓。我冇看到伊照影嘅，我覺得看到伊名呢。just 名你去 Google。伊成個圍青色嘅。但我 search 好啊，我買。伊山頂了，到即個位就拍節，一隻抓。哦，即 OK 啦，OK，即 OK 啦，我冇啦，實講就係吉利啦，特別喙開咧多一件。伊無毒嘅。特別係聽本啦，聽本。掉一隻抓攏會掉出嚟。對。然後嗰一擺是我媽。actually 我厝嘅位我媽我爸插我嚟是抓嘅咋，
哦，要小抓哈。啊，特别我嘛个地惊抓，你介惊咧，伊惊甲伊毋敢讲伊名抓，你袂使讲抓啦，外厝。你叫咩？豆瓣章啊？长诶，长诶，哈咧长诶。了是伊只板凳，了有一摆诶是，即个是2000 something 啦，maybe 10年、15年前啦，无啦，maybe 20年前啊啦。了是有一只抓黑色诶。伊黑了以前有 diamond 的 pattern 的啦，伊身躯，特别是细只呢，像甲你的迄个手仔一只哩安尼油呢。伊头边了，你知咧 cabinet 的位啊，你走开位迄个 cabinet 只个怎讲安尼 mid 啊，你 mid 安尼 corner 位啊，都有 cabinet 个了嘛，了有升下面啊，就安尼 corner 位啊，伊倒下边掉了。拄了别爱 corner 位啦，是讲。无伊 cabinet 会讲呢掉了，来讲呢，伊只黏掉到那边咋？了我 mother 到那边洗后啦，洗半哟，伊无看到咋？是雷灯的时，我雷啊是毋知就坠落来。伊讲有一只抓到那边，掉了到来讲呢，cabinet 你妈妈跳过来？伊是叫我妈叫大拉来。你是咪抓咧？你黑色，我唔敢行，甲了唔敢行我意思。你是看到，你是我嘛唔知行下面去动伊只看有哦。because 伊是 just 黑色，所以都无咩看到。特别读干咧，为都使讲迄个白嘅边咧啊，伊干咧为是白啦嘛，所以身体有一个黑物件咯呗。所以有影有哦，你是我把它跳过来，但是我唔，I think 我 K 8个无滴，我 K 8。大 K 表嘛，我 K 8只 brave 伊是 scout 诶，scout master 诶，所以只有打啊，anything 我来厝抓，咪但係是成叫伊，因為 K 8個無地咋，直接，因為 K 7有地，因為 K 7有 I try to I 去掠伊啊，特別啊。如果惊摇伊啊，伊真快，伊惊走咋？了诶是后尾是伊走去 under 迄个成都诶底位咋？我都是惊咧，逃避掉啊，唔知走去倒落去你惊。伊细只只快诶是伊走去逃避到飞死了啦，当今伊到飞诶底，了怎人讲嚟讲去啊，后尾是叫bomb吧。bomb来掠，几若叫5、6叫bomb来掠。有人讲即只是毒诶，应该伊是有 pattern 诶，伊是伊黑色特别有只 diamond 诶 pattern， 唔知点咩做啦，特别细只啦，细只应该是加袂死啩。哟，我姊厝顶就我甲讲，我姊厝伊行，伊不如 before 伊来到底来比较先，伊行落来头骹位。入面樓卡樓頂伊樓梯咧行落來，一行落來樓梯時，伊就要去迄邊樣係垃圾車邊樣，伊就要去迄個堵位，伊就感覺到物件掃過卡，了，無伊立掉伊講，伊立掉成個立掉物件咧，捉者，然後啊是掃過唔知咧，總之伊當地卡就掉啦，了。伊講阿咪物件來，然後啥，然後就走去開會，就開會看一隻 cobra，冇講。哎呦，嗰隻冇毒啦。就是咯，我嗰陣時講伊立地邊個嚟解，伊就湯就解啊，然後了就叫bomba咯，然後來怪大隻本啊，其實咯伊就只，等我看我除咗小影啊，真嘅，小影。哦，one thing 啊 ，cobra 呢 ，actually。cobra 會驚啦嚇，already 有伊個 toxic enough as 伊個大隻嘅，所以你咪想講個 cobra 會驚嚇是袂假，還是甲人無安尼毒。bomb來到人學紅包啊，我買到包伊人一個。哦，是啊，哎呀，普吉紅包。真正，你是真正時還是平常時？阮是對。我平常時。我真正講錯話，我講到stock 我嘛是迄你記早3年前嗰呢，我有甲人講我stock room 嘅時嘛是夾 stock room 夾出來，我坐喺頭家邊夾誒，我嘛是垃圾掉有一條物件喺鎖嘅卡，我規人跳起來，因為我唔知下面夾隻鎖嘅卡過，了我看。我吹到半死本無，我想講，我家是抓來嗰度鎖嘅卡，我驚佢走到對橋外 store room。
我冇除掉啦，妹冇。冇，我冇除掉，究竟冇賠。有小妹嘅唔知一年嗰時幾哪個月，我出去，呢位翁有打電話給我，甲我講，厝有蛇咯，知哦。安尼款你甲我講，你我講安怎？你講伊掠了，伊用裝包啊掂掉了，安尼款，伊無拍死啦。伊講啲天嘅動物都知哦，伊看到，啲我厝嘅天嘅動物。安尼款哦，你唔知安怎入來喎？哈！你個有我厝，我達到早4年前嘅事啦。before MCO， 我大致早起6點幾我醒嘅時候，你我就煮 breakfast 啊，互我囝嘅嘛，早起讀冊嘅時。我達到聽到面度，我床拄吼，我聽到噠啊吼呢，我床拄達到有噠吼，特別伊噠，毋是迄種熱甲冷迄種嘅聲，毋是心痛啊，毋是本，因為伊嘅聲噠真正大聲咯，噠啊吼，了。幾若到我想講想亂反想咯，心痛咯，無就是迄個床拄誒家己，伊冷甲熱時，伊嘅聲迄種啦，嚇，迄種伊嘅內面嘅 engine 嘅machine 嘅聲是，了我無管咯，我有看者下骹，我看無物件，了本時有一日，本時我無佇厝誒，我甲我驚，我紅佇厝，你甲你抓無緣，無緣嚇，逐擺無佇吹別人，我紅看到下面咯就有條蛇。啲成都迄邊夾出來，我倒轉去啊！你看到就係，哈！伊啲位成都，假如講喺你聲吼，我聽啊第一朝1年幾2年啊，啲位成都下骹，所以我達到吼蛇是我上個我朋友可能，我細個台我厝達到有蛇，搞我白白我愛唔知，搞我白白成我愛噶了。南西都大頭家厝啊呀？我大頭家厝，啊，房我買厝，搞我細漢搞個馬路。我說就有蛇，所以我下面我 storeroom 馬路本是有嘅，可能，所以我達到去 storeroom 吼，我前頭淡薄有淡薄啊，嘰哩嘅就我前頭見，我咁就蛇啦，像黐咩內面嘅啦，我唔愛行出來，我淨係驚，是我一人啦，我唔愛驚，我唔愛驚，哈。你驚蛇，你驚一個叉只啪做聲，安尼。我近砰去走啦。安怎解走？伊就啲 storeroom 咪就未走嘅嘛。是講有蛇，伊就要出來嘅嘛，伊就要走出來嘅嘛。想望想去看伊啊！我當邊係咯，我除掉我蛇腳啊，啊唔係我除掉我蛇小影啊。我咪後來做係咩流推哦？有咧，伊那結起來啊，那起來啊，結起來呢，可能。小水，白處長嘅啊，係咪咪？係咪嘅？得。蛇不是白嘅，你知冇？PPI 對啦，PPI。我看到我厝嗰個 stop 嘅，你黏了咯，這裡乾了喂。OK，頭先你講嘅你。黏條 corner 在下面數哦，喺你抓住面，你看到一滴一條吼，因為一下先地，一下先地 ，because 伊成績無好，嚇，伊成績無好，所以吼抓成績無好哦，是滴一條成個叉可一支可能，嚇，咧一啲別嘅 corner 一支滴，你看咯，就是伊成績無好，因為我朋友飼抓嘛，你屋企嘅厝哦，伊厝抓個了嘅啦，你嚇。我回去抓阿咪數啊，伊講伊成績無好咯。啊，你這物件錢咪錢抓，แล้ว啊ยังลูกผอยเหรอ不是小小ลูกผอย嘅แล้วถูกกันแล้วผอยกันแล้วไอ้อีถูกอีถูกเหรอขี่ตอนแล้วก็ stress เนี่ย有時候抓啲係當咗去邊揀，你被揀人嘅啦。佢叫湯嘅定嘅事。Canada 幾年前嘅事啦。阿妹就講 hello friend，特啲起來呢，放就抓起來。迄個 Canada 幾年前嘅事啊，冷天嘅事啦。一個人伊樓下是 pet store 嘛，所以伊 pet store 伊賣迄個派裝咯就，แล้ว伊樓頂是 apartment。แล้ว人嘛是去睡你 apartment 咯，伊見啊嗬你抓吞嘅，唔是吞嘅，伊吞嘅伊死去咯就，唔知是 Brunswick 還是我知是大 Atlantic 嘅位置，特別冇 update 啦 ，maybe Damien maybe 你去追看 update 咯，所以你講唔知是特別criminal charges 都是 researcher 嚇 VGHK。
because I think if I'm not mistaken 是上個 Christmas holiday 啊，是係咪有一個 holiday 啦？伊抓看點。馬路啊。冇，幾年前啊。到 Canada 嚇。到 Canada 到迄個Atlantic 嘅位，所以伊個囡仔唔知是4歲還是幾歲啦。然後伊抓古龍個囡仔死去，it was a investigation because 伊人講 maybe 特別有 negligence 嘅 criminal charges 啦 ，because 特別你知啦，迄個 news 伊 sensationalize 咗，伊無 update 互你聽嘅，所以我唔知伊到底有人去食甲久咧，我唔知啊。特別我知你囡仔死去。哦，喂話你告訴嚟講啊，做咩事都咪講到拍字？伊講 that day my house masuk ular kena sai ular sawah batik it stay on the aircon pipe there then I call Mumba to come but the Mumba said it inside too many dogs liao they not dare to go in 抓你有學期啦，對來學咯，來學啊，對，馬上吹下咯，吹掉啊，有吹掉，我係幫你 check 你，OK，嗱，即係阿 John 話每路是行。John， 是講你成個南西安尼咧，要嚇，係咪advertisement嚟啫？是講你成個南西咧，叫你 storeroom 啊，something 冇啊，你根本是指責，還是你根本是抓？成個南西咧，有一個物件走回你當咗，你根本 actually 是你根本是抓。那是我笑啦，死甲大。哎呦，還沒抓先，一刀一抓，我刀一抓。死甲抓，你甲抓驚咩啊？我抓我冇驚喎。驚啊！死甲抓咧？死甲抓，死甲抓個冇你驚，我第一驚是死隻人嘅心疼，我第驚誒。你白死啊！嚇，白死我第驚，定知你學博呢？咩啊？到底咱那邊咧學嘅你 group 嗰啲就係你先頭㗎啦，佢見出先頭。誒，等陣我俾幫炮啦。踢話個，我冇 band 呢個啊。我成幫炮聲嘛，係我肯定我學人看幫炮聲。我俾學人看抓，我係指意處我除掉啊。驚抓人看啊。喲！多隻本咯，一個頭個盤起來啊！Ready to attack 啊！你是bomb馬人哦，即個嗱，也是必須得變啊，驚死人哦！你俾 B Y 個爹喎，驚呢？我伊無驚哦，伊會騎緊呢，我一個。伊唔是騎呢，我等陣跑過啲個，好難看。伊這是調子，伊講 OK， 你調啊。直接當俾翕小影喎，一個 post 好難過啊！伊應該冇驚啦，because 以前嘅衫應該是舊嘅，伊應該冇驚。特別有關係啊啦，唔知直接啊，冇驚會，誒你伊嘅嘢，一隻嘢定嘢掉咧，會嘛？即係 already 嘅掉啊！因為個地喎，我係。有一種南西嗬，我有看過，如果有一道係有一個迄個寫碰觸啊，伊唔是碰觸啦，伊是隨做。我唔記得叫咩嚟。伊上個無，伊是寫有色嘅。木生啊，無你叫咩？有色嘅，伊叫 flying squirrel。龜子把嚇對。我諗是叫龜子把啦，我諗是叫龜子把。你叫我哋出動迄邊佢嘛，我出小隻 area 唔是別寶咩亂講嘅，會亂講。龜子把甲別寶冇啥物件嚟。是咯，都是。特別龜子把是冇生嘅，我諗Google吹出來嘅了是冇生嘅。冇生是冇生。啊，對，冇生是冇生。樣南西嗬，有時成個 from 迄個迄種 wildlife 啊。Wildlife department 啊 ，Wildlife department 嚟嘅，啊，龜子把是唔是博干多隻朋友？那是 raccoon 啊，那是 raccoon 啊。伊上個阿三講咧是大隻嘅，迄個flying fox 嚟，伊叫大隻嘅蜜寶嚟。都是
都是龟子巴咯，龟子巴伊都是 fruit flies. Fruit flies is also known as flying fox. Flying fruit flies 啊。如講大鳥鼠啊，嚇有時咧上個 squirrel， 有時叫 sugar glider， 啊你是叫 sugar glider， 冇上。你 Google 龜子巴，迄個 fruit fly 真正大隻誒。fruit fly 唔是咧，學線成個學線。sorry fruit bat。哎呦，冇了。我嘛，if look at Mandarin 嚟 Google 嗬，嗰字裡嗬是龜子巴嗬，是一出來嘅時候，是冇上來，那是啲 cat 來。咁講咯。檳城福建加台灣福建有陣時講這物件是無相嘅，像甲人講阿莫話啦，你在 UK 你叫 biscuit， 這邊你叫 cookie， 特別 US 嘅 biscuit 啊是無相嘅咗，所以你袂使自己講是台灣 Mandarin 都是人檳城福建。哇，有你所在物件無相嘅。你個是台灣人啊？唔是，嘅大人。So only 檳城 Island 啦是龜子巴是唔是無相，是女人嘅。嚟 flying back， 嘅打咧，你叫莫生，你叫咩？你梗係叫龜子巴嘅啦，你冇叫莫生啊？係你 civic cat 啦 ，civic cat 啦，唔是 fox 啊，唔是 fox 啊，拉人本嚟叫 fox 嘛。cat 啊 ，civic cat， 可能嘅打字是 civic cat English 啦，華南名是莫生嘛。啊，對 ，civic cat 是莫生咯。啊，馬來西亞華南名。龜子巴有成個一款成個，你講啊是伊有一個，伊是 glide 嚟，無講飛啦。伊是 glide 嚟啦。你唔是 sugar glider 咩？伊唔是 sugar glider 是隻。哦，sugar glider 冇試過，就係隻。大隻係比寶嘅啫喎，是大隻。嚇，大隻係比寶嚟喎。哈，但起來啊 ，BM 看我嘅打嘛，我知啊 BM。我 BM 是邊樣啊？嗱，冇 BM 看我嘅打。feather 咧，加冇 feather咧，要另外送嘢咋？你家己 Google， 你嗰字冇毛把啊，冇毛把啊，冇迄個雞毛嘅絲，加迄個 normal 嘅皮嘅絲啊。個雞毛啊！呢個龜子巴有聽雞毛啊！呀，那 something like that。你 drop 到邊位處？這裡嚟，我出嚟啦。啊，係啦，係啲小英可能講啊，你 Google flying fox or fruit bat。即係攞先至係 topic，OK， 攞其他就字交名是諗梅浪龜子巴加磨生加。叫雞毛咁樣。It's a genus of mega bats, which are among the largest bats in the world. 啊，呢是隻龜子嘅。啊。你 Mandarin because 福建話是見緊 Mandarin 嘅嘛 ，is a Chinese word 啊嘛，嗰字你碌去 Google 看，華語出來咧是蝦米格？蝦米格？果子啊，果子啊，果子。果子狸。OK， 我果子狸出來是無事咧，即個咧就是大啲外厝頂，把你外厝頂有3-4隻，3-4隻 family 嘅，把你 family 外厝頂面就有了。伊梨是成個人講嘅咧。我特別我拍得兩字，我特別有拍得兩字啊。是河狸嘅，是河狸嘅。而家福建字是 related to 中國嘅福建。我 post 啦。檳城福建龜子巴是係你背。我真係，啷講龜子巴是 bat 嚟啊 ？Yeah, flying fox. Yeah, it's a yes. bat. Malayan It's a bat. B-A-T. So what's up? Because look 啊，我哋呢個阿嬸講，因為我講 is it possible mistaken？會啦 mistaken because 咧，我嘅大廚咧。係你莫生噶，係你老人講係你 back 下嗰字裡啊，係你龜子巴，係你莫生噶你個啊，都嚟隻話人哈羅曼尼食。啊，你是龜子巴我知。Yes, both of them also eat. 特別話 So maybe it could be like 老人會人 mistaken 嚟講 ，it's short 佢啊龜子巴好，第一你剛剛是係你裝嘅嗰隻地寶嚟 ，because it both also is the same diet。特別保護色性大嘅。唔對，你就係說，因為我人邊咧會冇生是叫冇生，對。但是咧，你冇生叫咩嘅打？啊，嘅打冇生叫咩？我嘅打是叫龜子巴，冇生。冇，你
maybe get 打是我人嘅磨生是叫龟果子狸，是磨生嚟，是係你fruit bat 碌叫咩？我就別寶啦，我就別寶。別寶是你細細粒，內裝四隻一隻，四隻一隻，不大隻別寶，內兩隻上大一嘅龜子，係你磨生加別寶，大隻別寶，係你 flying fox 不是隻上大一嘅，你 only ball。這是像哦。這是唔是磨生？四隻嘅別寶是隻冇啦，唔是啊，四隻別寶隻蠓嘅，隻 insect 嘅，我隻別寶隻龜子嘅。四隻嘅。平樣嘅龜子把，夾隻大龜子把是冇相。You just imagine that it's just like the biscuit in UK and the biscuit in US。攞你是冇。我唔制啦，我唔會話句啦，佢咩嚟講話？我每一個龜子把，路人是講下面件嚟，我每一個講，我係做是福建人啊嘛，100% 福建人，老爸老母淨係18代嗰啲是福建人啊嘛，有龜子把，咪是冇生啦。哦，咁叫香港啦，所以我唔制啦。Maybe regional， so 是講 regional，maybe regional，it's regional，咱是邊個福建，咱唔是迄個中國福建，咱唔是台灣福建。特別冇，伊講吉打人用龜子把 as civet cat as 磨生。It's possible, but it's not wrong. It's not wrong that we call龟子把as that.I will not stand down to say that we are wrong. We are not wrong. It's just that we call it a different way. Both are okay. So, but 我唔是講有個人叫龜子把是 fox， 有個人嘅龜子把是磨生。But to say that 迄個 boy a fact， 迄個 boy 迄個 fruit bat is not 龜子把 then I cannot accept because it's just like when UK you say this is not biscuit, they will tell like.Get out of my country. This is what we call biscuit. Lui biscuit to a US, lui biscuit to a US, but UK biscuit is cookies. So to tell somebody that this is what we call is not correct, it's irrelevant because it's regional. 特別 large flying fox 唔是 fox 啊，唔是 fox 啊 ，is bat like large flying fox 是 OK。以前嘅大隻 actually， 我係以前嘅有粗呢，掉到啲出頂，掉到啲髒嘅，多邊。特別我係睇巴所以叫飛鼠嘛，定係話？伊人開隻背嚟 every night 9點幾，安尼10點幾，當時我行過時啊，我係背過，我係邊啊？OK， 等陣，毛菇個物件啊，毛菇，冇，伊唔是背。伊唔是飛，伊是成個 bird， 然後係 swing 嘢 wing， 嚇不，伊是成個landing， and 你可能，伊成個 sugar glider， 安尼關，伊未飛嘅，伊未飛嘅，伊冇幾毛嘅，關落嚟時，伊 land 水呢啊，伊 glide 入，即隻是會飛嘅，因為伊冇大嚟位嘅，伊是飛嚟 from somewhere else 嘅。多潮漲嘅，你 Google 嚟試，兩個潮漲嘅。伊是 related to bat， 但係伊隻面是 bat 嚟到啫。Because bat 啊，伊人用 sonar， 你知係咪 sonar？ 哦，拼嘅嚇。伊聽，伊看袂到嘅，但係伊聽到聲落落來，是講有物件倒來頭前，伊就閃咯。特別是隻咧是會看到。而家冇成個彎嚟看啦，大家毛菇啦，用 sonar。特別毛菇唔是菇嚟嘛是啊？毛菇唔是菇嚟。多邊嚟，可能叫人講到毛菇是 Batman 喎，是 Batman。OK， 等，稍等，嚟，即何即我見話校長 authority 嚟講下。我唔會講啦，當當然當亂嘅即物件是。迄個palm civet 加 fruit bat 兩種物件嘛，當然講掉嘅時候。對。所以當今嘅 question 就是講龜子把是多一類嘛，對唔對？對。OK， 我學到 answer 是兩類本事。哦。我到時講對，兩類本事，因為以前無上所在，無上款嘅叫法。我講，你就講暗公蕉，點啊？你知係什麼意思？暗公蕉是拗。特別暗公蕉啲白類所睇唔是拗嚟。哦，暗公蕉係咩啊？暗公蕉係雞啊，係咩嚟？唔是暗公蕉，唔是暗公蕉是蕉嚟，唔是雞嚟。Night heron，以前嚇，以前 night heron 嚟。哦，係，加四隻，以前
但係有時講路都條嚇，路都條男朋友台灣人，但係我唔知得類啦，我唔知得類啦。人嚟講，你人講你講暗共酒是人看到你唔記得講，即係你唔是暗共酒咧。叫，你講咧就人家台灣啊，伊人叫伊人嘅翁啊，伊人叫先生。有人是講個人來是講台灣人，即係咩先生，即係女翁嘛，即係乜嘢是女先生，特別伊人叫太太 and 先生。So to say that 係你人唔是女先生 is wrong. That is just a regional way of speaking. 你是講你嚇明白，你是講無相叫法，唔是講人講唔對，你是講。我人講嘅物件是上正，人講嘅是上正物件，冇人講嘅是人叫上正叫法，特別人講條是哪種叫上講你記唔記得？兩個真正特別嘅物件，就是講可能就是邊啲學嘅條新疆轉你嘅講到這個 topic 呢，就完全我叫你 plan 啊，安怎講轉，會講加去。佢flying 貴字牌，我是唔知安怎啦，是咁啊，可能係講住。誒，佢出嚟 debate 幾嗱，我諗講過嘅。有咯，下面錯誒，掠出來拍，誒，冇下面只即係出來拍架出去。誒，特別冇人草本啊，冇人草本啊，其實掉嘅都掉嘅啦。其實人講，我到時講咯，成個人話講嘅物件，人講嘅物件，我講。你叫無相，特別我人是叫一個，我愛叫方面是你個嘅，特別我唔是叫唔叫 ，because 我人是叫貴字吧。對。但係人講你翁你先生，我是，你講乜是先生，迄個是老師。我是人講出來嘛，我是人講出來。是 regional 嘅物件，呀，所以唔是講唔叫，人叫嘅款無相。潘基清。潘基清。等陣嗰陣阿達會講。Sorry， 我錯嚟。係咩嘢？沒數。你講到 apologize。我有一抓剪啊，來講你抓。我有一道，我人幾個朋友就去搭卡車，我捌拄阿人嗰邊啦，所頭前一間，我一啲頭前，咁了對了啲後尾有5人嘛，所以頭前嗰間就無對緊就將起來抓個 snake 咁啊，所以我人咁了對了一個對了後尾嘛，一個對一個嘛是講 suddenly 停啊，咁了嘛小狼哦，所以伊啱過啊。所以第二人又啱過啊，狗我嘅事啊，佢隻抓啱靠到我嘅後尾嘅臉啊，靠到我是 slow down 了，靠到我後尾嘅臉，佢後尾我一人個，伊看到佢隻抓咧，靠我後尾嘅臉，昏起頭前嘅人，哎呦！伊成個，伊哭到伊係是 spin 過去頭前嘅人啊！昏起頭前嘅人就踢啲無掉嘅人啊！啲嘅頭前我啦，咁了慢慢了，就啲邊啊位看嗰隻抓咯，嗰隻抓愛幾隻路誒，伊就嗰隻抓，只是只係 cobra 啦。哎呦！伊數轉啫，數轉啫。哎呦！這個。後尾車嘅了，半停嘅了，看嗰隻抓幾隻咯。數轉啫，嚇死我人佢啊！喲，我就冇判起來一架落到你頭喲。好個仔，抓條絲咗，抓條絲咗，少，抓條蝦條隻數。誒，人抓你講緊我點整哦？笑蛋啊！快啊！但係人會講一個新嘅新隻龜，阿面新款新隻龜講就，但係即係就是講教授就講係你我巴魯基尼我看到呢，部邊配包嘅咕窿起來。我啱啱個除掉咩等於新款嘅成個，哎呦，這是新隻龜咩？冇啊！I think 這是第新，I think。下面來望望包雲騰培，下面拍雲騰培。seaweed 包雲騰培又去煎。對，有人講對，到 clubhouse。伊唔是講包啦，即係隻 seaweed，黏都隻嚇，黏都隻嚇，熱了，冇熱，本來一邊一片。哦，一邊是雲騰培，一邊是 seaweed 啦。
嚇，你我都應該係水淡薄咧，一對兩條，然後夾去煎嚇。女。我係女，可女可以兩條，然後夾去煎，所以成個你哋邊邊咧砰砰砰砰嘅咧，然後另外一邊是海草啊，係叫咩啊？係紫菜。紫菜嚇對。紫菜。海苔，海苔，冇海苔是 jellyfish 啦，杜波水，冇你是索當，冇你是杜波水是巴掌。然後我每兩隻，即係海苔啦，講 jellyfish 啦，特別 jellyfish 是都一種嘅 jellyfish。有毒還是無毒咧？唔是講有毒無毒啦，係種人哋坐 ferry，但是人看到啲小豬，嗰啲唔是海苔嚟嘛？是啊，嗰啲未食係咩？嗰啲食係咩？嗰啲海苔食係是咩？嗰啲誒，比如就隻超係咯，對面食成個蘑菇啊呢。特別有隻嗰啲是海苔，嗰啲食係咩？然後隻節目上整嘅 jellyfish，是啊，做咩事？你俾妹咩？你俾妹，你實答俾妹佢是唔是？海苔嘅水母咯。水母嚇，水母跟海苔是上面嘅咩？我就係水母是海苔嘅，不，水母是海苔嘛。最補。OK， 講緊美食啊，冇講肥料。咁時候咧，特別入邊，就是講啦，明年一出住個手先就講你嚟做切餅，切餅，明年是餅係切抓餅，明年是小餅係零啦，一出住個手先，唔是零啦，一出住個手先頭講你嚟做切餅。唔是，個餅啦，零是你阿未貴了個，切抓餅嗬。啊，切咗餅，OK，就90，我哋嚟到。哦，辣咗切餅，嚇辣咗切餅，對。誒，我講，我食個十幾回啦，我食十幾回啦，然後講無相關嘅話，特別話咧12成，我近日然後任何嘅話嚟講你係所。哦，我唔想。能每個 Mandarin 是地區是我被騎掉咗。我對用雲南用學嘅話講直頭咧，我梗係講係就講啊地區你是係咪？有邊兩學嘅人嘅 version 是係咪咧？哎呦，死個更khó啊你！我特別 revise 先幾隻。我特別嘅 ，OK，這裡有對細看大啊 ，OK。幾隻你夾撚到嚟？嗱，這裡哦，一線塔，誒，這是唔是就是我？這是唔是啊？這有落，這有落位，有落是唔是？有落走去啊？有落。你 on mute 啦 ，makers。有落是落位 ，makers 啊。哦，一年有升好路哦。哈，是落位嗎？是位記。成個是以位記。你早有頭前去做嘅時，是第二年做嘅時啊。有校方加對會校方啊，加規則是。但我記你細漢個你話是你話咧嗬，我係去到啲 internet 而家即係是藍加另外對條你話係你一個七色嘅，啊是綠漆嘅啫。我本未記哦。就我會記定當嗰時是用 pencil 畫呢啲 sketch 用 pencil sketch 嘅，你有成個是林都聽到時講講下，林教我做這個 calendar 時，伊成個是七色嘅，so anyway， 人嚟講一線藤就是邊啲學嘅嘅，一線藤二落就頭落嚟落，山腰四筆，冇四菇 sorry， 四菇。五條辣椒、切碰醋、白胡、膠牙、十蝦、11歲、12度我傻虎架啦，12傻虎架都冇人制。我站你個潮咧，你 calendar 出來呢？我個少少係，我個燒掉個 calendar，水包掉。我看 because 阿 John 夾住你後我掉，特別我未好睇。like 我看了，我都唔知是係咪 animal。我知 animal， 特別我唔知是別，加是菇。你我看到佢哋背虎是 shark，你唔知是叫山虎，加上面我未好叫 ，like 我未好 rhyme。對，所以話得會記啊，一線藤二落山腰四菇五條辣椒切碰醋白胡膠牙十蝦11歲
12傻好12傻好教都無人知，就是人可能係安尼永遠20年啊，無事做人梗係想到嚟看啲物件，就感謝人嘅支持呵。恭喜大家，希望大家even though 剪唔好，但係剪嘅亂碰出啦，係咪抄落唔抄落，係咪個 blur 個咩 blur background 數。喲，你個有啩咧？我把你夾對來本，我把你夾對來，即係啷個看看？喲，即係空空六年，哇！你講到笑臉，空空啦，哇！唔知就唔整咯，就是咯，阿 John 你計笑臉呀，迄時30歲喎。Hello。喲，你看我 computer， 對 Mac， iMac iBook， 唔知換幾代啊？係啦，唔得換幾代啊，當然有 Mac Mini 咯。OK， 感謝你學人起來笑臉嚇，都個要緊要講嘅就是人咪是在講人差唔多未20年慶祝啊嘛，แล้ว我未要緊有人若是有聽到這 episode， 若是講你個興趣嚟講，我未慶祝20年即邊咧學嘅嘅 anniversary 時，你要緊要去 sign up 嘅 newsletter 位，你到底邊咧學嘅嘅幫嘢位嗬，你當然看即係邊嘅 menu 入邊已經有一個newsletter 嘅一個 link 啊，佢哋有一邊嘅。一隻 newsletter 嘅，你到 newsletter 你訂者，你對去 sign up 一下你名就正位。當今我做好事啊，定之時間啦，走進來 spam 當然我個在地講就物件我做冇事，所以當去 sign up 了我有下面物件消息會通知人講 ，OK， 其實傾著時當然是無100%訂掉個啦，所以我訂掉嗰時甲人講其實特別做老咗幾號下面是所以攞個安排者咧，有可能你外國會安排對起來乜嘢感謝所以去 sign up newsletter 了人八節個對嚟講冇成話題，今日就留咗咯，你只能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拜。頂住禮拜冇看 episode 到這邊一訂，這邊一看一訂，這看一訂看一訂，聽個訂就正，แล้ว我現條錄音時就通知啦，感謝，拜。